去合唱一首歌嘅時候咧，嗰種合拍性啦，嗰種節奏同埋大家嘅默契係非常之重要嘅。而且葉童老師，我真係非常之敬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國峰老師嘅教學頻道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內地一個好火、好紅嘅綜藝節目，就係《乘風破浪的姐姐2025》。當中咧裏邊包括咗好多唔同嘅演員同埋歌手咧，佢聚集埋一齊參加一個嘅比賽。而今日咧正想分享其中一個環節。OK， 我哋一齊去邊睇睇先。聽到呢度先，大家見到有3位嘅美女出現咗啦，其中一位都係我哋為人熟悉嘅中國香港演員葉童老師，夥拍2位另外嘅2位美女，包括有李成同埋黃英。分享少少啦，葉童老師咧都係大家知道一位好出色嘅演員，而另外李成亦都係一位演員，演小燕子呢個角色，而黃英係一位歌唱比賽選秀節目出身嘅歌手。OK。我被一陣風困在這裡，你就替我摘朵索瑪花走吧，索瑪花走吧。我好像走不出了這座大山，你天亮就出發，別嫌麻煩。你說我們分開後，你搭乘綠皮火車，跟你說一個那些風景你都獨自看了，可我們之間的問題它根本不是挫折，每年帶你回我家就為你採了這首出家歌。係咪有啲驚喜咧？黃英本身一位歌手咧，我哋知道佢唱歌一定好出色啦。但係其他嗰2位本身係一個演員嚟嘅喎。但係李成一唱歌嘅時候咧，你會 feel 到唔係喎，佢唔似一位演員喎。我覺得佢似一位被演戲耽誤咗嘅歌手。但係亮點嚟啦，葉童老師本身唔係一個歌手，係一位演員。但係佢唱起歌上嚟嘅時候，佢雖然咧開頭呢度嘅節奏感咧係爭少少，但係你要諗下 ，OK， 大家知佢咩年齡啦？而且呢一段歌詞裏面，哇嗰個結合點幾頻密，啲歌詞幾密，佢亦都唱到喎，佢冇漏氣，而且唱出嗰種感覺出嚟，你覺得佢有冇好努力咁去練習咧？話俾你聽，一定有。呢個真係我覺得非常非常之驚喜嘅一件事嚟。6月的索瑪，它沾過了多少情人的眼淚？我被一陣風困在這裡，你就替我摘朵索瑪花走吧。蝴蝶啦，跟我流淚。蝴蝶啦，安有些麻烈。我哋要合唱嘅時候，嗰種合拍性係要非常之高啦。但係你3個人一齊唱一首歌，個合拍性會比2個人更加高咧。咁喺度睇到佢哋應該係因為呢個選秀節目而認識到大家，而且3位一體嘅時候，你唔覺得佢哋好似有差好遠嘅感覺？而且佢哋唱起上嚟嘅時候，連把聲啊、節奏啊、感覺啦，都係非常之夾嘅。最後嘅結尾收得好齊。總括嚟講咧，呢一首歌我認為咧唔算係非常之難唱，但係當你要3個人融為一體去合唱一首歌嘅時候咧，嗰種合拍性啦，嗰種節奏
同埋大家嘅默契係非常之重要嘅。而且葉童老師我真係非常之敬佩。大家知道葉童老師嘅年紀能夠唱到呢一種歌，其實真係值得尊敬嘅。所以大家要多啲留意葉童老師將來會唔會成為歌手一個可能性。如果大家想留意多啲我嘅教學頻道，記得關注我嘅小紅書、抖音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。仲要記得訂閱、點讚，誰都可發光，梗係揀呢個地方啦。